为着要来加强着小朋友防疫的观念，台北一间国小除了用中文，嘛用英文教小朋友防疫的小秘诀，小朋友拢感觉真有帮助。上课钟声弹啊，免着急入去教室，爱先做一件代志。上接讲的一句话是：内外夹攻大力丸。唔通看这囡仔无点对着防止病毒的侵入，因真有概念。如果你摸到什么脏东西戴在手上，摸脸的话什么的，就会生病。为了因应开学，全台湾各小老师大家拢真用心，要用上简单方式教囡仔防疫的重点。结合教材，和囡仔哪学哪防疫。台北这间国小的英语课，外国老师打扮做医生伫室外，用英语教囡仔防疫的小秘诀。Fingertips, and 7 wrist. 英语结合卫生教育，即马大家开喙头一句英语，唔是 How are you？ 你好无？而是 Wash my hand. 我有洗手。